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走。你呀，多喝点鸡汤补补，这样对孩子好。知道了。你也多喝点，平时工作这么辛苦。逸轩，我们好久都没去旅行了，我们找机会去哪里走走吧。好的，等我把公司手头事情办完了，让我带你去北欧。你不一直想去那吗？快喝吧。你还没睡啊？现在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妈，你的手机回来了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